我叫 Don Hess， 我係 Labella Associates 嘅保安運作經理。我哋係紐約羅切斯特一間建築同工程公司，我哋同政府同私人行業做咗好多唔同嘅項目。我哋開始做環境工程啊、廢物同回收方面嘅工作。我哋做土木、交通、樓宇工程、建築，基本上所有工程範疇我哋都有涉獵。我作為保安運作經理，主要嘅職責就係確保我哋唔會俾人入侵，最主要就係要確保我哋盡量安全。所以保護周邊啊、日誌嘅監控啊、監察入侵啊、嘗試啦，咁都係我負責嘅範疇。呢方面嘅 Manage Engine 嘅產品幫咗我哋好多。保安嘅大部分建築工程同埋建設行業都好重要，但係對我哋嚟講就更加重要，因為我哋經常處理能源基礎設施，所以我哋有好多數據都係關鍵能源基礎設施資料啦。呢啲係一種需要特別處理嘅特殊分類數據，所以監察有啲被入侵，確保數據安全鎖好，確保佢外來入侵者都係我其中一個責任。呢樣嘢好重要。我哋嘅 IT 基礎設施有32個實體地點，仲有我哋嘅羅切斯特嘅主要辦公地點，所以我哋用咗分布式嘅 Event Log Analyzer 模式。我哋有一部中央伺服器同5部分布式伺服器啦，每一部咧都放嘅重要嘅數據收集區域，所以嗰啲區域入邊所有防火牆同伺服器都會向各自嘅伺服器報告。之後咧，全部嘅數據咧都會由 Event Log Analyzer 咧就集中收集，跟住其他唔同嘅工具，例如UEBA 同埋 Log 360都會用呢啲數據一齊運作。你好，我叫 Jaden Robidoux， 我係 Labella Associates 嘅雲端服務管理員。佢 Labella， 我負責管理我哋所有嘅雲端服務。咁所以我哋有 Azure AD， 所有嘅電郵咧都喺雲端啦。仲有啲雲端連接嘅應用程式，例如 Autodesk 或者 Adobe 啦，仲有好多其他同工程有關嘅應用程式啦。但係要將佢哋全部連接埋一齊，確保全部都運作正常，確保所有用戶都可以存取到，仲要確保一切都簡單直觀，方便大家使用，等大家可以輕鬆存取同埋做好自己份工。我試過咗好多唔同嘅日誌收集同管理方案，有啲功能都同 Manage Engine 一樣。Manage Engine 咧就價錢都算親民啦，唔會太貴嘅。但係咧又可以滿足我哋所有需要嘅功能。我哋用緊 Endpoint Central、AD Manage Engine、Ad Audit、Log 360、Event Log Analyzer 同埋 UEBA， 仲有 Log 360本身，佢係負責整體日誌收集。我哋一路用 Endpoint Central 做主要嘅終端管理平台，另外用 Service Desk Plus 嘅做我哋嘅支援台、工單管理同資產管理。至於 Endpoint Central， 我哋真係用咗好多配置部署功能啦。而家我哋公司差唔多有2000個員工，所以每次要推送更新咧，只需要好簡單咁加個修補程式或者更新去配置部署或者任務部署到就得，之後就可以自動處理晒。咁另外喺嗰度做存貨同資產管理都好方便啦。對終端用戶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啦。因為如果佢哋有咩需要幫手，只要聯絡我哋話句喂，我部電腦有問題，咁我哋就可以同佢哋做個遠端控制，一步步幫佢哋解決問題。又或者我哋可以喺後台直接搞掂個問題，再 send 個信息俾佢哋話喂，我揾到問題啦，已經幫你搞掂佢。咁你幫手確認一下，然後通知我哋啦。同我哋之前用開嘅產品比起嚟，依家要連接用戶部、電腦、管理、軟件部署同埋更新補丁都方便咗好多，每日都可以好容易發掘到新功能同埋新用法，所以呢個產品真係好好用，我哋真係好中意嘅。佢自動化要做嘅真係幾難搞。Manage Engine 幫我哋好多工作都自動化嘅，好似收集日誌啊、分析同審查日誌啊，仲有根據唔同類型嘅異常活動自動生成報告。以前呢，我哋要人手逐個查日誌啊，確保佢哋咩壞事發生。隨住公司開始擴大，日誌數量越嚟越多，基本上已經冇可能再用人手去做，所以我哋需要一個自動化方案幫我哋收集日誌。Manage Engine 提供咗該功能，因此佢並唔係讓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係俾事情變得可能。我哋有一個非常之基本嘅售票門喺過去，而且好難睇清用戶淨係談論邊台機器或者用戶係邊個，佢哋嘅電子郵件地址係乜嘢。你知道得當你喺網絡上嘅時，佢先至會起作用。因此咧，通過服務台咧，我哋能夠設置成個票務系統，而
以便能夠接受電子郵件作為票務。全部都連接咗我哋嘅 Active Directory， 所以所有用戶資料都係正確同時更新嘅。電腦、資產同埋端點管理都係一樣。資產管理無論係做更新定係打補丁，都變得容易啲好多。而且兩個系統可以互相連接同整合，呢點都真係好正。可以開一張服務台工單，然後喺頁面右邊攞到嗰個用戶嘅資料，跟住就去 Endpoint Central， 然後即刻可以喺嗰邊攞入去做你需要改嘅嘢，咁佢全部攞好嘅整合埋一齊，真係好方便，真係好有用又幫到手。我哋會定期收到報告，當我哋用Log 360管理嘅地方有檔案系統變動嘅時候，我哋用 Add Audit 去審核群組成員，所以一有敏感存取群組被更改，我哋就會收到提示。我每日都會收到報告，睇下有冇有權限接觸敏感資料區域嘅群組成員有變動。咁所以咧呢個功能咧，對於知道邊個有權限咧，真係好有用。同埋邊個分配嘅權限俾人，如果有啲唔對路嘅地方出現，我哋就知道要揾 Help Desk 一齊處理。我哋公司其中一條政策就係想用戶每90日重設一次密碼，但係間唔中都會有啲情況，用戶喺密碼過期嘅。事實上 Add Self Service 呢個產品可以喺部機上面裝個代理程式，呢個代理可以聯絡咗佢哋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等用戶唔使揾支援都可以自己重設密碼，佢哋可以全自己搞掂晒，咁樣真係幫佢哋好多時間。我哋仲要實施多幾樣嘢先可以做到我哋想要嘅效果，但係其實整體嚟講都好容易搞掂。我哋有好多由客戶要求嘅安全規定，如果佢呢啲產品我哋根本做唔到，呢個產品可以幫我哋集中管理日誌，仲有提供我哋需要嘅報告。如果要人手去整合嘅數據呢，真係難到飛起。所以我哋都靠 Manage Engine 幫我哋集中注意力，睇住發生緊咩事。最近呢，我哋 VPN 基礎設施嘅登入嘗試次數增加咗，而 Log 360用 UEBA 功能幫到手。我哋都制定咗嘅策略去應對呢啲情況。如果我哋要揾某一種登入方式，第一步就係要揾到同嗰個活動有關嘅事件 ID， 而且可能會有幾個唔同嘅事件 ID。之後咧，你就要喺每部伺服器開 Event Log 嘅應用程式，或者連接去遠端伺服器攞翻啲日誌。你仲要用關鍵字或者事件 ID 去搜尋。所以就算只係查一個簡單嘅事件，或者你想知某個人有冇登入過，定係某個人從來都冇登入過，都好花時間嘅。因為你首先要好清楚自己想揾咩，然後基本上就要根據嗰啲模式去搜尋。但係 Manage Engine 嘅方案就比較似用口語方式解釋發生緊咩事，咁你就可以直接問一個問題咧，例如用戶登入活動其實可能涉及幾個唔同嘅事件 ID， 但係用 Manage Engine 你只需要佢一個主題就可以攞晒所有同嗰個活動有關嘅事件。如果要講三大優點，第一就係易用性，喺所有產品之中；第二就係支援服務，每次我哋需要支援，團隊都好快有回應，好容易揾到人。我真係睇唔到有咩時候揾唔到支援。通常我有問題，無論係電郵、即時對話定電話，10分鐘內一定揾到人幫手。只要大家都喺度支持我哋，真係好安心。第三就係佢哋之間嘅整合能力，可以直接睇我哋嘅服務台操作，真係好方便。然後即刻或者透過整合功能咧，喺 Endpoint Central 做動作。例如可以直接喺工單度發送腳本、設定，甚至安裝軟件，全部都可以喺工單視窗搞掂。呢三樣應該係我最中意嘅地方。如果佢哋想揾一個性價比高而且好易擴展嘅產品，同埋佢有好多好用嘅功能，唔同團隊都好容易上手同埋採用，一定要試下 Endpoint Central Service Desk Manage Engine 嘅產品，我都好推介。每次我哋有需要都可以得到解決啦，咁支援團隊都幫到我哋好多，我哋從來都冇遇過解決唔到嘅問題。